楼上的人是对付不了段飞的，最多只能放个问题，拖延时间。我这么多人，我怕什么？段飞没你想的那么好对付。不过你放心，还有我。有啊。石头，段飞呢？他们去找魏天浪了。一定要保到段飞没事。小兄弟，我要段飞凡事都能逢凶化吉。他会没事的。段飞，你帮山里找魏天浪，就交给我那几个兄弟。你打给谁啊？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。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你现在找谁也来不及了。我看你已经无路可退了吧？那可不一定。什么意思？就算层层失守，我还有办法可以撤退。哦，那你着什么急啊？我们还有牌没有打完呢。那就再等等。
你交给我吧。你先上来。现在你的人已经成为强弩之末。什么？该你亲自动手了。现在可以撤了吧？啊！马上就落幕了，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不过也该结束了。你手尾天了，还有别人吗？这语气好像你能打赢我一样。快找魏天亮，这交给我。就是你。没错，就是。是我杀了你兄弟，今天你是你的父亲。如果不是当时因为时间紧张，我会多捅他几刀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可以剖开他的肚子，扒开他的内脏，你知道多过瘾吗？我上你上了。